远东百货公司的董事长池旭东今仔日出席股东会，讲未来要引进 AI 应用伫咧行销自动设备应用等等来减轻人工。另外，有行销专家认为讲，到年底进前，可能会因为欠工或者是电钱起价，一寡百货业者会面对经营的压力。疫情过了后复苏，零售百货业展现真强的运能。82岁远东百货公司董事长池旭东早起出席股东会，就算面对国内欠电的问题，也是悄悄回答问题。要减少用电。AI 的风潮加入来全台湾，零售百货业嘛输人唔输阵。未来要引进 AI 人工智慧，提供客制化的服务。不过零售业甲制造业来比，需要更加侪时间来投入。现在讲起来 ，AI 要花功夫，要执行，然后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AI 就 AI 了。面对国内欠工，池旭东回应讲，欠工是世界的潮流。伫美国真侪店头拢敢若一个人就会当服务，以科技甲服务的精神来解决欠工的问题。有行销专家认为讲 ，AI 引进小卖业会当应用伫咧真侪层面，包括会员关系管理、行销的规划、自动化设备应用等等，会让省一寡卡手。所谓的这个服务型的机器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自动在所谓的像是美食街等等一些所谓的点餐的设备，甚至未来也有可能可以让到百货公司当中呢，有更多是由透过消费者自己本身直接是使用这些所谓的机器人设备。根据王福凯的观察，到年底进前，部分的百货零售业者可能会面临欠工或者是电费器等等营运的压力，消费者嘛会出现 M 型化的趋势。伫要省成本也有欠卡手的情形之下，业者都要更较谨慎来布局。不过整体发展也是乐观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